07年嘅會考題目咧，第3同第4條咧都有互聯網及其應用嘅部分。咁我哋先睇07年第3條嘅 D 部分，佢就話有啲網站咧會向互聯網用戶發出電子郵件。咁首先咧，互聯網用戶而唔係佢自己嘅客戶，換言之咧，佢係向一啲佢唔識嘅上網嘅人發出電子郵件啊，嘗試吸引佢哋瀏覽佢嘅網站。例如呢啲電郵裏邊咧，可能有關於佢哋網站提供嘅一啲服務啦，然後有條連結引佢哋撳入去佢個網站。D 嘅第一部分，呢類活動叫乜？向一啲咧互聯網唔識嘅用戶發出引佢去你嘅網站、吸引流量嘅呢啲行為咧，我有個專有名詞叫濫發郵件，冇對象嘅、胡亂嘅、大量嘅發出，咁叫濫發郵件啊。又或者一個傳統啲嘅名叫垃圾電郵，向唔識嘅陌生人發出一啲類似廣告嘅郵件咯。第二部分，呢類嘅網站點樣收集呢啲郵件地址？垃圾電郵究竟嗰個地址你點樣入咗去呢個發出嘅名單呢？咁我呢度會提供3種方法俾大家，3種裏邊揀一個你最有信心寫嘅就可以啦。例如呢個網站咧會寫一啲網絡爬蟲程式，而呢啲爬蟲程式咧會收集喺互聯網嘅網頁上邊啦，或者討論區入邊所搜尋到嘅電郵地址，然後咧就按呢個電郵地址咧發出呢個濫發電郵。所以當你自己喺你個網頁度寫咗個 email 有個 at 字啦，或者討論區啊，你嘅社交媒體啊，咁樣公開咗自己嘅 email 咧，佢就會有啲爬蟲程式咧收集到翻嚟，然後就儲咗一大堆，然後就定時發送咁樣啦。咁另一個就可能係由一啲咧偽冒網站，例如辦銀行網站、辦一啲慈善機構嘅網站啦，引你登記咗個 email 入咗去之後咧，佢就喺背後收集咗你個電郵地址啦。咁所以可以話咧，可能有一啲網站咧會偽冒成合法嘅網站，誘導用戶輸入電郵地址，然後喺背後收集，然後售賣俾呢一間公司，專係發出廣告電郵啦。咁第三個可能性咧，就係可能有一啲公司嘅客戶嘅數據庫咧，俾黑客入侵咗，就外泄咗佢用戶嘅電郵地址，然後呢啲黑客咧就將呢一啲電郵地址咧賣俾一啲專門發出濫發郵件嘅公司，咁呢間公司就掌握到呢啲電郵地址啦。咁所以一係佢自己主動寫爬蟲程式啦，一係就來源自一啲咧偽冒嘅釣魚網站，令到一啲用戶唔知情之下咧提供咗個電郵地址，然後收集咗啦。又或者係有啲公司嘅數據庫俾人 hack 咗，攞咗呢啲電郵地址出嚟，3揀1，自己寫啦。試舉出呢類活動對社會帶嚟嘅2種影響。你見到我圈住個種字，即係話咧嗰啲影響要唔同類型嘅。講到影響就梗係有正面負面啦，咁所以最好寫嘅2種咧就一個正面影響，一個負面影響啦。當然先講負面影響啦。收到啲垃圾郵件或者濫發電郵咧，用戶需要花時間去處理呢啲郵件嘅，影響咗正常使用互聯網啦，嘥咗啲時間啦。咁呢個就係負面嘅影響啦。如果講正面影響咧，就呢間公司透過呢啲濫發郵件咧，可以接觸更加多潛在嘅客戶。因為譬如你收到垃圾電郵，可能即刻刪除啦，但係可能有啲人會睇嘅。另外有啲人會覺得呢啲廣告啊，呢啲咧係一種資訊嚟嘅，可能會為呢間公司咧接觸更多潛在嘅客戶，促進商業嘅活動。咁呢個咧就係正面咁睇。咁另外大部分嘅電郵系統例如 Gmail、Yahoo Mail 咧，本身佢都有一個機制咧，將呢啲佢判斷到係垃圾郵件咧，就會自動搬咗去濫發郵件。所以有時我哋咧等緊一啲 email， 但係點解等極都收唔到嘅咧？人哋都收到，可能就係誤判咗。你可能要去嗰個濫發郵件嗰個信箱嗰度睇翻，可能會有啲咧殺錯量都唔出奇嘅。咁然後我哋睇埋呢個07年嘅第4條嘅 B3 部分。B3 部分咧就有個人叫美美啦，美美咧就銷售報告嘅硬副本。硬副本咧英文叫 hard copy， 即係紙本，即係印出嚟嘅呢啲就叫硬副本，即係摸到、睇到、接觸到嘅，咁就叫硬副本。相反叫軟副本 soft copy 咧，就即係電腦檔案，例如 PDF 咧就係叫軟副本。編咗出嚟咧
實體紙本咧就叫做硬副本。咁佢需要透過呢份報告，但係唔想重新輸入一次。呢個咧喺呢一條題目嘅上邊部分。咁你見到呢度已經係 B3 部分啦。所以之前嗰啲咧就會問你用呢個 OCR 啦，將佢變認咗啦，然後變翻文字啦，再修改。咁喺前面嗰啲部分答咗啦。咁呢一部分主要係講咧，佢要將呢份銷售報告咧係機密嘅報告，透過互聯網傳送俾佢海外嘅上司。首先呢份報告嘅內容係絕密，而要 send 俾海外上司，仲講明係互聯網，你唔好寄出去。咁佢究竟點樣可以將呢份硬副本、呢份紙本透過互聯網傳送俾佢海外嘅上司呢？咁一條2分嘅題目。咁首先呢，硬副本梗係唔可以透過互聯網啦，所以第一部分當然要將佢變翻做軟副本啊。咁點樣做軟副本呢？有好幾種方法。正式嘅方法就係將呢份紙本呢透過掃描器轉成 PDF。最常用嘅軟副本就係 PDF 啦。咁呢個有個檔案喎。好啦，第二個問題就係點樣可以保密地傳送？保密傳送嘅方法呢，當然要加密啦。所以咧，你嗰度一定要有加密呢個字樣。但係加密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譬如你用咗一個密碼匙，即係用咗一組密碼加密，然後你傳送俾你上司，你都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呢組解密嘅時咧，點樣傳送俾你上司咧？你傳送咗呢個絕密檔案，但係亦都跟手再 send 埋呢個機密嘅解密鎖匙咧，咁人哋黑客兩個都偷咗落嚟，喺中途截取晒，咁係一樣解到密咯。所以呢一套用同一套加密匙、加密同解密嘅方法咧，比較困難去處理。除非你話我用電子郵件將呢份加咗密嘅文件傳送俾上司，然後透過手機嘅即時通訊軟件另一個渠道發送俾上司，咁佢有2個唔同嘅渠道收到，咁都安全啲。不過呢，唔係最安全嘅方法。最安全嘅方法呢，就係用一套叫 PKI 嘅系統。PKI 呢有個中文嘅全名叫做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咁都幾長噶。當然唔使答個全名，寫 PKI 都可以啦。咁呢，我哋可以點樣用到呢個 PKI 呢？首先 PKI 呢係有一套2個嘅鎖匙嘅，就係自己 keep 嘅私人匙。另一個咧擺喺公開地方，互聯網可以揾到可以下載嘅公開匙。咁我哋就用一套咁樣嘅 PKI 咧，自己有一套私人嘅加密或者解密鎖匙。另外喺互聯網度有簽發機構咧，例如香港有香港郵政啦，發出嘅公開匙。咁用呢套咧就可以非常機密地將啲資料傳送出去。咁樣點樣寫咧？首先有個美美啦，亦都有個上司。咁我哋睇下點樣可以用到呢一套 PKI 咧，令到佢2個保密地傳送同埋接收到嘅資料啦。咁首先要保密咧，就即係話只有佢上司可以解到密，其他人截取到咧都解唔到密嘅。所以當然係上司嘅私人匙要解密啦。咁而上司嘅公開匙咧就係嚟加密，所以我哋可以咁寫啦。美美先使用佢上司嘅公開密碼匙為文件進行加密。公開密碼匙咧就喺互聯網上面公開嘅，佢上司專有嘅。咁由例如香港郵政呢啲有公信力嘅機構咧，確保呢個公開匙係上司嘅。所以美美先用上司嘅公開匙將檔案加密，然後傳送俾佢上司。上司收到之後咧，就用自己嘅私人匙，自己收埋喺自己電腦度，冇人有嘅，用呢條私人匙先可以解密嘅。所以上司收到之後咧，就會利用呢條私人匙解密，確保即使檔案被中途截取，亦都冇人可以解密，確保到呢個文件嘅保密性。咁呢一套系統咧，有公開匙有私人匙咧，就叫 PKI 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